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顶日啊，民众生厨房这房啊冲出来，嫌弃弄到总统的车队，也拿小皮琴的徛街楼骹，警方开3枪掠嫌犯。为福报公告，这福岛5关的食品全面解除管制，这消基会也呼吁政府就要加强輻射检验，不合格就要剃倒登记。台南有老大人长期住伫个中照中心血生疥疮，加上执记讲这中照中心拢无用心伫咧照顾，搁伫咧摕责任。讲到总统赖清德的车队，顶日咧下晡要登总统府的半路，伫半路煞有民众伫遐生厨房，这房啊冲到路中，加在是无发生意外。另外，副总统萧美琴伫新北市永惠徛街附近也传出着枪声，原来是警方伫咧掠嫌犯，甲这贼车开枪，枪声也随后国安人员紧张起来。萧美琴本人是无伫咧厝内面，落尾伊也伫网络顶头铺文肯定执法人员。几台车驶到现场，便衣的刑警落车，伫咧前办这个窃盗案要收尾的时阵，发生另外一件代志。现场封锁线已经救起来，几点钟进前，嫌犯继续配合，超工驶车弄警方，警察连开3枪甲伊阻挡。不过案发的地点就伫副总统萧美琴因徛街楼骹。警察把他挡住，可是他突然就转换方向，就是加速的开走，然后警察就开了几枪。雄雄几声的枪声，民众是议论纷纷。警方讲开枪的时阵，唔知影讲副总统因兜就伫咧正对面，不过现场是国安管制区，维安人员嘛随来关心。了后，萧美琴伫咧社群报平安，讲代志发生的时阵，伊无伫咧厝里，嘛肯定遮辛苦执法的人员。也若警方这一届掠到姓谢的主嫌，二五伫咧新北市永和较早保二总队的所在偷摕电线，了后登去旅馆休困，警方是随出动掠人，穿着刺青的作案的一个便装衣物。变换假车牌来规避警方的查缉。根据警方的调查，这是集团性的犯罪，主要锁定虾皮的门市，直接偷摕现金。也若犯案的地点分布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今年9月到达，犯案至少已经有18件，上紧敢若用20秒的时间，都甲钱偷摕过手，不法所得有甲127万。另外，就伫这几天，嘛标出总统的车队差一点就出代志。少年于人行道上以滑板代步时不慎跌倒，致滑板滑入车道，所幸未造成后方车辆事故。一个少年人伫咧溜厨房，雄雄徛无在，厨房就安尼飞去路中央。拄好这个时阵，总统的车队要登去总统府经过，加载无够着。警方提醒，这类器材甲文具，敢若会当伫咧密闭的区域来使用，若无依法会当罚500块。记者综合报道。北检今早起是第4届提审郭文德要来理清金华城的案件，不过台北市市议员游淑慧是搁再标出一份资料，讲这监察委员刘德芬提出容积率560%进前呢，迄当时做市长的郭文德就指示都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公告金华城的容积率。穿黄色的顶冠衫和短裤，双手互扣起来，看起来真平静。对警备车行落来，北检侦办金华城拥挤案，早起是第4摆提审时任的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德。不过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搁一摆标出上新的资料。在2017年5月初3的市长室会议记录内面，发现讲早就伫监察委员刘德芬提出容积率应该是560%进前，郭文德都已经指示都法局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就网公告金华城容积率。参加这一场会议的都发局的同仁，那他的解读是说，就是当时柯市长应该是就是要求说，直接做成560，然后不用经过都委会所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上网公告。在的都显示柯文哲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知悉的，而且柯文哲甚至在内签里面其实是有签名的然后现在摆烂说自己完全不晓得，我觉得这真的是说不过去议员质疑这场会议的时间点伫5月，比监委刘德芬伫同年的8月提出容积率审核意见搁较早。过去郭文德和吴珊珊讲是因为监察院的审核意见，才配合互金华城容积率，这事实真明显是唔对的。民众党是回击讲，这种讲法是议员在替前市长郝龙斌在写职。
根据专家意见，上网公告究竟哪里做错了？监察委员也是在102年跟104年2次对郝市府提出纠正报告。游淑慧议员现在只是在替郝龙斌转移焦点、卸责罢了。对民进党议员甘肃培是发出和都发局讨资料的回应，批评黄珊珊进前讲金华城案是用唔到法条。吴伟选反击讲这是故意在误导社会大众，强调都发局的回复拄好符合迄天民进党记者会的内容。台北市长周万安讲，金华城案已经入来到司法调查的阶段，市府会配合检方来侦办，希望较紧来厘清事实和真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位，即国民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即马传出讲可能有加补助理费的问题，今早起服务处徛家含议会办公室，拢互检调抄，查考电脑含规大批文件。即黄孝庭的妈妈也互带回去调查，不过黄孝庭拢无到案来说明，检方也找无伊本人，呼吁赶紧出现配合调查。调查人员当黄孝庭因老母的面清点现金，捌做过4届高雄市议员的国民党籍议员黄孝庭，传出若像报拍销、加补助理费。高雄地检署2日早起指挥市调处的人员去伊服务处，甲徛家等等10个所在搜查，查考大批资料，嘛甲因老母带走做调查。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吧？不可能吧？我是认为可能不会吧？家里那么有钱。志刚甲支持者来关心，不过黄孝庭若无出面，电话嘛关机。附近的居民私底下讲，透早有看到黄孝庭搭计程车走。就今日黄姓议员所涉案件，对其服务处等10个处所执行搜索，并带回相关涉案人员。高雄75年来，包括现任的议长康如成甲几个前任的议长，有超过20个议员，拢捌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去互起诉，甚至判刑。其中前议长詹丽燕一审还阁互重判12年。这么多的议员被因为这个涉嫌违反或者是已经违反诈领助理费被判决的情况之下，你还这样做，我认为非常的不妥。好，那你如果说是以前没有这样做，那最近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就开始来挪用到助理费的话，我想这个也是法律以及人民所不允许。高雄市府下晡伫议会举办总预算周边说明会，南洋的议员到位了后，拢无提起这件代志。现在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尊重司法。我们尊重司法，也希望说检调能够尽速厘清勿枉勿纵。黄孝庭过去捌发生车祸肇事逃逸，相电国一等等争议的事件，这个涉及报拍销、加补助理费了后，人全失去联络，检方找无人，甲法官就要赶紧出面厘清事实。现在国民党市党部表示，目前还在调查的阶段，呼吁外界莫乌白药，嘛希望司法机关唔通甲冤枉，若有罪嘛莫甲轻饶，来依护公平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名70岁民众住伫老人的长照中心，顶个月因为这发烧小妹提去挂急诊，医生说发现讲这位老大人伊的尻川呢，因为长时间拢屈掉的有规大片的这地疮，而且佫有生癣。家属也质疑这长照中心一个月甲人收3万5，拢无好好地照顾这个老大人。也讲这个长照中心呢，就爱家属签自愿离院同意书，袂输是要开始境乱。这个70岁姓吴的阿嬷，倒伫病床看起来真虚弱，尻川顶悬有10几公分的地疮，真惊人。家属指控讲，今年2月，是大人来住台南仁德区这个老人长照中心，本来状况是真正常。顶个月发高烧送病院，所后医生发现讲，伊地疮真严重，有的所在拢补人。一开始长照机构佫讲小空嘴尔。有机构怎么还可以顾成这样子？他说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个严重的话会引起败血症，新的机构、外面机构有过来了解，说他们觉得说这样他们照顾不来，所以我母亲何去何从？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老大人顶礼拜本来已经收到病情真危险的通知，互家属是真烦恼，嘛发现讲伊除了地疮，身躯顶佫有真侪空喙。长照中心甚至以转介其他机构做理由，互因签自愿离院同意书，疑似要闪责任。市府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程序。该机构目前已经限制新收容的人数完成查核之后，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召开调查的会议，有妨碍他身心健康的情事，会依照老人福利法裁处6到30万元的罚款。
市府的厘清敢是涉及不当的照顾，业者是授权里长代替说明，强调因本身是合法的长照中心，对老大人拢是尽心尽力在照顾。地层出现了后，因嘛透过空气层含雨点替对方来改善，只是老大人健康较歹，身体恢复的状况无遮紧。他们检查2次了之后没有问题，那现在家属有这样的质疑，那业者他也非常的有诚意，愿意再和家属大家再坐下来谈一谈。业者讲，对时大人带入长照中心，拢和家属加密切的联络。这摆送病院的地点，阁是家属指定的病院。时大人带入来了后，冇透过社群软体来掌握状况，可能是双方认知无共，产生误会，会和家属好好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那准是老大人照顾老大人，这款的情形就要特别注意咯。伫台中有一个68岁阿伯呢，伊半身不遂，平常时拢是伊69岁牵手在甲照顾。不过这位太太身体无爽快，出来昏去。这个老阿伯踮伫遐喊救人，喊4点钟遐久，总算厝边有听到伊的救声，这赶紧报警，才这个妇人人送病院。不过最后犹原救不回来。警消人员伫门口喊，不过拢无人应声。消防人员随提物件甲门撬歹，入去内面救人。看到警消来到位，无法度行动醒定，阿伯就赶紧拜托救护人员先去看伊的太太。原来是伊的牵手昏倒伫咧厝内面，迄当时还有生命现象。不过翁仔人是一边大一边小，真有可能是烧中风。够啦，够咧喘气啦，够咧喘气啦，你人完咯。不过，这位妇人人抢救了后，犹原是救无回来。台中警方进前接到报案，讲南屯一间人家厝有人昏去，需要救援。到现场发现讲是一个69岁妇人人，讨救兵的是妇人人的翁婿姓郑老阿伯，也因为因的家己逝世拢伫咧外地，老阿伯因为半身不遂无法度行动，叫4点钟才互厝边听到。因其不良于行，无法及时查看妻子状况，而焦急不已，长达4小时不间断的呼喊求救。医生表示，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多这种老大人互相照顾家庭，也因为照顾者的年龄有较大，致使身心受到袂少的压力。除了爱和外界保持直接，也爱安装紧急通报救助系统。看到有的紧急服务铃是放在手上，那甚至就是一跌倒，它就是可以去触，就可以去按压。但有的是放在房间比较容易看到的。除了说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邻居长可以多去探视，我们大概建议是这样子啦。医生建议讲，照顾者啊，有互照顾的人，就要维持邻里之间的互动，也当利用1966中照服务专线来申请相关的支持，也有哮喘服务，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一间国校啊，这体育班的篮球队有家长指控2个老师，一个老师是性骚扰，另外一个是不当体罚。其中涉嫌性骚扰的老师会甲查某学生卡来手来，甲人乌白乱摸，这款的行为有10多年了。学校说甲伊记一支新概念尔。伫桃园市有国校体育班的篮球队，传出体育组长兼教练伫校队训练甲私底下的时间，利用伊的职务。甲女子篮球队学生性骚扰，时间有甲10多年，对象大部分是单亲、原住民、外籍配偶、家族小家庭的囡仔，有已经出业受害学生，因的家长出面指控。教学动作基本上已经超出他所能忍受的范围。你说身体的触碰，甚至有些教学动作会去碰触到胸部。不是只有一个孩子这样讲过，很多孩子都这样做。应该心里都会有阴影吧？教练从后面教他的时候会，稍微靠近，或是就是从后面触碰他。有些可能已经大学了，对大学生，甚至到现在现任的都有啊。经过性别会议的调查，去用指控的老师伫教学的时阵，确实有性骚扰的情形。教育局建议学校处分，不过家长保安敢若记一支新界。若不满5月份提报老师不当管教甲体罚的事件，到大拢无调查，因为学校可能要甲压甲暗砍。教育局则请学校进一步调整按师的职务及任教科目等立即性不接触原任教学生的应变措施。教育局表示，家长已经申复，后续伫审议的过程当中，若发现学校的处分有需要调整的所在，或者是有新的事情，无排除会重新调查，而且扩大调查这个老师捌教过的学生。若这个老师涉及不当管教的部分，嘛已经有另外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台国光客运经过到上山机场的时阵，唔知虾米款的原因去弄到路边的石墩护栏，这声音是真大声，惊到路边的民众。对这画面，咱人看到讲，这现场是乱糟糟，石墩还个车头拢全部毁掉啊！警消人员接报通报赶到现场，先甲一名驾驶，还个另外一名受伤的查某旅客送病院。根据了解，今下晡2点左右，一台国光客运141路线公车，唔知是虾米款的原因，去弄到敦化北路边韩局头前的喷水池进行道。这司机含乘客是无生命危险，司机的酒测值是零，为虾米会去弄到这石墩呢？这部分佫需要调查。讲到这个月伫台中有公车弄到这大学生，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这市政府除了甲这客运业者处罚以外，也要求业者呢，爱甲这司机员叫回来教育训练，而且会进行路口的稽查。这位弄死人的司机，伫13年前也捌弄死人。交通部也强调讲，会甲业者罚款，也会扣补助款，甚至要求业者就要加强路口小让。客运业者甲驾驶调回做教育训练，一直提醒路口一定爱停，一定爱让，尤其咧滑的时，更加爱比手势来确认。第一个要先确认号志，第二个要确认对向我们来车，好，第三个要确认行段下没有行人。台中市交通局长也会同警方甲公车业者到路口了解实际执行的状况。以及暗时，台中2位女大学生经过行川线后，当要倒滑的巨业客运弄到，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市府对业者重罚，不过肇事的姓氏的驾驶互发现，已经不是第一届弄死人，互家属真歹接受。我只觉得撞死人，你应该要有相当的警惕跟相关的知识啦。家属即期讲，13年前的意外造成一个死亡，一个受伤。姓氏的驾驶和依照业务过失致死，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2年。因为巨业甲姓氏的驾驶隐瞒，市府交通局表示，姓氏的驾驶无获吊销驾照，依法也是有工作权。本来这个法规里面就有规定，吊销驾照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存在哦，所以当年如果从当年的事件来看，他事实上这个逝者的部分驾照是没有被吊销哦，所以当然他还是继续在这个剧业来做这个就业的动作啦。这站交通意外也将做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讨论的重点。交通部除了会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客运评鉴，也要求加强执法。我们会主动协助台中市政府在交通安全上面的改善的部分。那二方面，针对成绩比较不好的一些县市，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网络上我们会公布这个数字哈，让县市政府有压力。那二方面，其实我们行政院也有一个道安工作汇报，那我们会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但世凯表示，会以连续处罚甲营运补助款做手段，加强要求客运伫路口爱停爱让，也会甲劳动部协商提高客查数，落实大客车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公告全面解除日本福岛外关的食品进口管制，也就是要开放进口福岛食品。消基会是表达不满，也呼吁政府呢就要加强检验辐射量，定期公开予民众知影。若像发现讲有问题的食品，就要随体温，也就要停止进口。卫福部4月4日公告讲，解除日本福岛外关食品输入的管制，包含野生鸟类的肉、菇类、绿油菜等原地禁止的品项，采详尽管理，加上特批检验。不过，日本禁止流通的品项，有关袂当输入台湾。会不会啊？可以去选择的东西很多啊，因为有时候政府讲的话，我们实在是不太相信。基本上只要符合规格检验标准，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福岛食品买入来，民众的看法无同。食药署表示，今年7月23日告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内容。预告期间无特殊的反对意见，在确保食安的前提之下，以科学证据、国际标准做依据，搁再调整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措施。维持禁止日本国内限制流通产品品项输台，维持福岛5县所有产品输入时需检附双证，维持至日本所有输入产品需检附产地证明。消基会不满卫福部全面要开放日本福岛外关食品输入台湾，也批评伫预告期就要强烈反对。政府说有关做出开放的公告，严正呼吁政府加强福岛外关食品的查验工课。
这个我们表示非常非常的痛心啊。但是现在已经开放了啊，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在退而求其次之下呢，呼吁民众呢拒买啊。拒食。我们在理论上还是担心说，就民众如果接触到一些辐射的东西，大家就担心说会增加癌症风险，还是应该要持续监控。因为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像我们的铯137，它半衰期就高达30年。消基会呼吁政府应该继续密集性加强这寡地区农渔牧食品辐射量的检验，以及定期公告，让民众知影。也若问题食品应该随体温之外，也要重新停止进口的作为。除了检验辐射量之外，也要严格查标示，防止假标示或者是标示无清楚的商品来台湾，也要让民众充分知影产地标示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抗生素、抗药性唔但影响健康，也影响到经济问题。政府明年开始推动国家级抗药性管理计划，希望5年达到大人使用抗生素的用量会当减少5%。食署进前也宣布会监测有磷酸菌的产品，看这磷酸菌敢会出现抗药性的问题。普遍食药啊，希望身体较紧好。不过，即马全球拢面对抗生素、抗药性的威胁，甚至是出现超级细菌。疾管署讲，若威胁继续恶化，估计到2030年，全球平均寿命会缩短1.8年；到2050年，畜牧业的产量会减少7.5%，经济损失恐惊到 GDP 的2到3.5%。以台湾做例，就会损失超过3000亿。预估呢，可能每年会带来500万人的全球人类的死亡。另外，在未来可能导致人类全球的寿命会减少1.8年。抗药性细菌的传播，唔但是威胁人类的健康嘛，影响到动物、食品安全和环境等等真侪层面。政府明年会启动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5年到日要19亿的经费，希望达成成人药抗生素用量减少5%，超级细菌的感染率降10%这目标。不过最近食署嘛宣布要监测市面上磷酸菌产品内面的菌种敢有抗药性。多多啊、优酪乳啊这些东西，不吃这种东西，好像觉得那个胃肠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顺畅啊。乳酸菌这部分的话，会造成这里面的不太可能会造成这抗药性，因为其他的细菌或里面要在这里面生长，其实并不容易。卫福部讲，磷酸菌无啥会造成抗药性，国外嘛无相关报告，其他细菌要伫内面生长嘛无简单，但因会继续把关。呼吸道或者是肠胃道也都已经有陆续有这种全面性抗药性的菌株的这些菌种，在各大医院也是全世界都面临到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提早跟医师我们加强抗生素的使用的一些条件。卫福部嘛解释讲，食药署主要是针对食品内面有啥物致病菌含敢有抗药性，再含人体来对照比较，持续经常性的计划，人体疾病嘛会做监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俄乌战争发生到今，罗西亚总统普京一直表示，无摆除动用核武。如果伊是搁再警告欧美国家，若准这罗西亚受到双轨飞弹的攻击，就真有可能会动用核武。这几天都好联合国大会当咧开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控讲有受到罗西亚被攻击核电厂的情报。过去一个月，俄乌战争特别满2年半，为开战到暂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威胁无排除动用核武，伊立刻召开联邦安全会议，正式设定俄罗斯使用核武的规则甲条件，清楚声明，若是俄罗斯受到中轨飞弹的攻击，都有可能动用核武。Агрессию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со стороны любого не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но с участием или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ядер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их совмест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普京表示，若是发现俄罗斯国内发生包括战略也是战术飞行机、巡航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飞弹甲其他飞行机大规模为空中下境的攻击，都考虑动用核武反击。另外，盟友被俄罗斯若是受到入侵，伊嘛无排除动用核武。普京改变动用核武的条件，拄好是乌克兰毋望欧美国家会当同意乌克兰用稳定飞弹攻击俄罗斯的时间。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此是伫联合国大会表示，收到情报显示，普京计划要攻击乌克兰的核电厂。Now Putin does seem to be planning attacks on ou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aiming to disconnect the plants from the power grid.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打透过卫星收集乌克兰核能基础设施的相关资料。当时阵，伊搁伫联合国大会质疑中国巴西提出的甲俄罗斯和谈的内容，认为会替俄罗斯提供会当继续战争的政治空间。对于战争毁损乌克兰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会伫2日宣布加快支援乌克兰中建的资源。而前总统川普伫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就批评泽连斯基拒绝甲俄罗斯协议。当时阵嘛批评川普一直提供乌克兰经济甲军事的援助。Every time he came to our country, he'd walk away with $60 billion. He's probably the greatest salesman on earth. 川普强调，伊若是美国总统，根本袂互俄乌战争发生。若是伊11月搁一摆当选，会真正结束俄乌战争。伊毋过说无具体说明要安怎谈判来结束这个战争。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这上任无到3年的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传出讲，甲人收这境外政治现金，受到联邦刑事指控，是头一位任内互起诉的纽约市长。就算亚当斯法案案，不过有几多名官员牵涉到这件案件，互调查，说害市政府无伫咧运作。即马这纽约市民和共党的纽约议员，拢哭劝伊就爱落台。经过数个月的调查，美国纽约市长阿当斯传出面临联邦刑事指控。虽然目前相关的细节还未公开，纽约时报引述知影内幕的人指出，阿当斯在2021年竞选的期间，违法收土耳其政府政治现金，而且可能甲中国、以色列、卡达等5个国家有牵连。不过阿当斯真侪个表示，这个指控是对伊个人的造诣。These charges will be entirely false, based on lies. For months, leaks and rumors have been aimed at me in an attempt to undermine my credibility and paint me as guilty. 即马64岁阿当斯是警员出身，也是纽约市历史上第2位非 A 市长。伊甲降低城市犯罪率，得做施政目标的第一。不过，伊任内却安排亲友做市府的高层。调查目前已经扣押真侪名高官的手机啊，而且抄起假。包含教育总监甲警察局长，因为真侪为市府重要的官员互调查甲解职，致使市政运作困难，引发民怨，要求市长下台。不过阿当斯真侪个表示无要辞职。I will fight these injustices with every ounce of my strength and my spirit. If I'm charged, I know I am innocent. I will request an immediate trials so the New Yorkers can hear the truth. 联邦检察官按算伫美东时间2日公布案件的细节，虽然阿当斯本人无愿意辞职，不过真侪位共款是民主党的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市议员，拢公开发文苦劝伊落台，而且规范市府运作的纽约市宪章也予纽约州长会当甲阿当斯私头路的权利。那阿当斯决定落台，会由纽约市公共议政员为联署代理市长的职务，并且伫80天内举办补选。公司新闻梁间编译。来看第79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台湾的友邦巴拉圭总统致辞的时阵，坚定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另外一个友邦，也就是马绍尔群岛的总统，伊也表态，讲联合国大会2500号国旗无讲到台湾，联合国若准有心要甲全世界靠做伙，台湾的问题就无应该当作是无看到。第79届联合国大会咧进行总辩论，安尼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致辞时阵，坚决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En esta asamblea renovamos nuestro firme respaldo para que Taiwán sea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reemos que su exclusión es una injusticia que no podemos pasar por alto. Si hay un país que debería hoy formar parte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aún no lo está haciendo, ese es Taiwán. Only this independent democratic government can represent its 23 million people. UN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mention Taiwan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s a pretext to exclude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meaningfully in the UN system. 友邦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阁指出，联大地2500号国旗无涉台湾地位，那联合国真正希望无老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台湾当作是看无。咱的驻美代表伊戴雷当时出席纽约非营利组织论坛，伫甲美国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对谈的时阵指出，未来世界会由科技 AI 主导，所以台湾更较免缺失。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which is technology, without incorporating Taiwan, is like going downtown New York and literally getting a cannoli without its filling. 意大利也强调，中国主导自758号决议解释，将台湾封锁在联合国之外是真危险。联合国秘书处无权解释决议文应该由会员国来决定。另外，G7外长会议也在联大场边来举行。联合声明当中，佫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安全甲繁荣是真重要，支持台湾有意参加国际组织，佫呼吁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今日举行，焦点放伫咧民力、物资、能源、医疗，也佫有交通安全等5大重点。总统赖清德是希望委员会会当透过实际行动，公私协力。这23位委员内面有不少是民间代表，希望讲当到紧急或者是重大灾难的时阵，民间会当帮助军方。未来也会进行小规模的无剧本演练。遇到危机，若要活落来，一定要尽早好好准备。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刊出第几底批宣导日常安怎准备避难物资、和急救措施等民防知识，呼吁个人思考平平路卖跋倒人爱准备好。因为总统府全社会防卫论成委员会日也启动，重点是民力训练甲运用，战略物资搬进甲医生配送。能源甲关键措施设施依次运作，社会医疗甲避难设施整备，还有交通运输、金融安全等5个主题。副总统望讲，台湾无论遇到什么灾害，都会当因为准备较全，袂惊吓，冷静面对。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要进行全方位的验证和演练，也要扩大跟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连结，彼此携手合作，以系统性、专业性方式找出问题。拟定对策，落实执行。赖总统讲，这个委员会会透过实际行动，公私协力。23位委员有袂少民间代表，包含民防、宗教领袖、甲治安专家，佮邀请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中国部国会理事长薛正耀、国防院董事长霍守业、全联董事长林明雄等4个人来担任顾问，希望改变拄着紧急或者是灾难的时，军人管民众的观念，正做民众来甲军人斗相共，民间先自救，才扩大到社区，那会当才支援军事，并且规划未来半年到1年要举行小规模无剧本的演练。12月的时候能够进行一次桌上兵推，明年3月希望能够在某一个县市进行一个地方的小规模演练，6、7月。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汉光演习，进行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前导性的演练。开完会之后，能不能落实到政策面来讲，其实它的效果很有限。有些演习或演练，它没有办法拟真。譬如说，发电厂爆炸军事专家肯定政府拍拼强化民防能量，不过指出安怎落实也是一个大问题，成效又有偌济，等待时间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要到80万名的外籍移工，民间团体调查有发现，要到3成的外籍移工伫咧台湾捌互人诈骗。刑事局表示，未来增加东南亚基建的防治诈骗宣导，民间团体也和银行合作，希望打造对移工更加友善的金融环境。有人买那个电脑很便宜，我记得2000多了，可是我在外面看还有2万多。印尼籍移工为伫来台湾做看护15年，讲到家己伫网络买物件互人骗的经验，有时感觉真压榨。为什么很小？不是这个是不要我广告快，不是电脑那个电风扇小小的而已。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讲，因为语言袂通二纠正，读无花本的防诈骗资讯一寡原因，移工凭台湾人对诈骗较无警戒心。民团调查发现，有27%的移工伫台湾捌互人骗过。那已经证实2023年的资料，全台诈欺案件有3.8万件来看，移工受骗比例有较悬。移工目前确实面临到非常严峻的诈骗的情境，那要了解如何的去预防最新的手法，需要更客制化去辅导移工防诈的资讯或管道。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增加在移工有关，特别是目前在台湾最大的人口外籍的部分是印尼，那第2名大概是越南，让我们的这个语言可以呈现多国母语的方式。
打击诈骗，政府、银行已经透过多个管道推出防诈骗的宣传。刑事局表示，未来也会增加东南亚语言的宣导，协助移工防诈骗。另外，民间团体认为，也会当伫现有和移工参加的课程当中，增加防诈骗甲金融资讯。民间团体也认为，挂一看护工长时间陪长辈，若通增加移工的银行金融知识，也通预防台湾的老大人互人骗，效果是1.25。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根据着劳动部的统计，到8月底，台湾的外籍移工有79万多人，彰化县的移工就6万5千多人。所以因为文化无同，对法律规定无清楚等等的原因，集团出移工无预中去犯法的情形。彰化县政府就推动去到工厂内面做法令宣导服务，协助外国移工了解家己的权益，也有义务。用戏剧表演提醒外籍移工爱注意用火安全，这是彰化县政府为移工安排的宣导服务。根据劳动部统计到8月底资料，台湾的外籍移工计共有79万多人，其中彰化县的移工有6万5千多人。但是因为文化语言无同，生活歹适应，加上对台湾法律的规定无解清楚，常常会有生活上也是工课上的问题。他们都重口味，所以他们来到这里都常常会不习惯，然后他们都一直要去跟老板说，我没办法吃呢，这个都不好吃。他说，因为你们没有辣椒，没有什么，薪资调涨的时候，他们计算机乱掉了。有时候我们要跟他解释。为了帮助移工认捌相关的法律，维护家己的权益，彰化县政府启动进入工厂，宣导外国人就业生活安全的服务。就业安全包括了就业服务法以及人口贩运防治的部分。另外，我们最重要的是着重在我们的生活的安全，包括用电、防火的安全，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另外，台湾失联移工的人数愈来愈多，移民署嘛提醒头家，时间到就爱替员工办理延长居留。居留权快到期前3个月到期前3个月就可以办理延期，不要让他们逾期居留。逾期1天的话，就是多少？新台币罚1万。彰化县劳工处表示，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是台湾经济上稳定的力量。要发展这个产业，除了靠本国籍的劳工、外籍移工，嘛是正重要的助力。透过宣导活动，希望和外国朋友量早适应伫台湾食头路的生活。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讲到新北市天狗节的关注案，即马人变搁较济啊！今仔日一声增加7个天狗节的病例，是伫咧中和和新店。这新北的天狗节关注已经有14人，另外还佫有11个人快筛阳性，检体已经送到疾管署确诊。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中和和新店呢，一个拜六会进行社区轻度炭白棒的活动，要甲这疫情压落来。环保局的人员伫巷仔底无用咧消毒，要甲胃病棒的生炭源清除。因为新北市天狗节群组感染搁再扩大，二楼一个手新增加7个本土的天狗节病例。发现个案主要的活动区仍然在天山公园、三界庙以及新南夜市等区域。卫生局表示，新店增加5个天狗节的病例，中和增加2例，累计新北这件天狗节群组感染增加到14个人。特别注意的是，还佫有11个快筛是阳性，检体已经送疾管署，搁再确认。医师提醒，聚会甲慢性病时代，因为若捌为着天狗节，即马搁去为着无共型天狗节的病毒，发生出会风险会增加3成以上。他之前感染过第1型，那这一次感染的是第2型的话，他的重症的这种可能性至少有增加3成以上，所以这种登革出血症的机会就相对的比较多。医师表示，北部天狗节胃病棒啊，主要是以白线斑纹为主，因清在下米伫树林甲草坡等等的所在，为了阻挡疫情扩大，新店甲中和区公所即个拜六28会针对社区胃病棒的生炭源来清除。卫生局强调讲，公司立场所的所有人、管理人甲使用者，若无主动清除胃病棒的生炭源，经过调查，若有查到胃病棒咧生炭的情形，相当会当罚15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去年乱弹熏陶罚单总共有2万件以上。为了维护市容，环保局对去年开始加重乱弹熏陶，这罚金呢变作是3000人起跳。另外，环保局也要鼓励店家适当熏陶的所在，互人客使用。若准这店家头前有这熏陶伫咧涂骹，店家才有可能会食罚单，上济互人罚6000块。店家头前放一个当熏陶的桶仔，甚至阁有店家设一个食薰的所在。店家讲，环保局最近有来宣导，准讲店家头前有固件粪扫，也是熏陶，上济会罚6000块。如果这些店家你店头遐街道是你爱家己爱扫的，那你若无爱设吸烟设备，你嘛无扫，你遐有脏乱，我嘛是会甲你罚。依非修清法是可以罚1200到6000。最近这几天啊，环保局有来宣导说1200以上，6000块以下。那但是我们开店以来，我们一直环境卫生，我们都每天都有在整理。所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店家讲，因设这个食薰的所在一定10档啊，真侪食薰的过路人嘛会来遮当熏陶。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敢若去年112年民众乌白当熏陶，就开卖2万件以上的罚单。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台北市环保局对去年8月就开始加重罚金，就算头家抓到罚金嘛会对1200块提悬到3600起跳。你较环保啦。较涂骹较袂垃圾。环保局鼓励店家伫门口设当熏陶的所在，目前台北市有479间的店家有配合。另外，台北市卫生局嘛提起根据熏害防治法，连锁的咖啡店、超商、学校、图书馆这类所在，拢是禁止食薰的。若是伫禁薰区食薰，上济会互人罚1万块。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2011年，新德县呢有一只叫尖椒的比特犬，伊咬死人。落尾这只比特犬放送去动物保护防疫所收容。农业部伫咧过当年也规定讲禁止饲比特犬，也规定本地厝内面有饲比特犬的民众，才会当代用尖椒。所造成尖椒这只狗拢放关伫咧笼仔内面呢，到单已经是1000多天咯。进前有志工想要甲伊牵出来散步，毋过动保所感觉讲有危险，就甲禁止。一只尖椒要好气好强，也引起大家关注。来到动保所专门关恶犬的所在，会当看到人啊有特别加装铁网啊，因为动保所惊照顾的志工发生危险。一只捌咬死人的比特犬，名叫尖椒，互人关入去人啊到单已经超过1000天，拢毋捌出来过。看到会觉得很可怜。就想说，这么大只的狗，然后它不能在外面散步，或是出去跑一跑，疏解压力。是觉得它很可怜。牵它的人力气再怎么大，还有可能会被就是狗带着跑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牵出来到路上的话，可能不太安全。但是有看过那个笼子，确实是比较小了一点。动保所解说，过去要安排人员来训练尖椒，不过效果无讲介好。逐摆志工想要替尖椒挂安全喙掩，若挂袂成，佮常常发生危险。在安全考量下，高不理中只好暂时无放伊出来外口散步。这段收容期间也有尝试找训犬师来对这个比特犬来予以来训练但是我们经过多次的尝试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口罩戴上去所以为了保障我们相关人员的这个安全所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开放遛狗比特犬出入公共场所呢，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然后降低戴口罩的这个敏感的动作之下，然后需要比较长一段的时间，然后磨合，然后之后呢，它才能够安全的走出这个收容所。动保所所长讲，未来除了会搁再找专业人员来协助训练尖椒，来针对狗仔的空间进行改善，让尖椒会当有更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记者狄君和新店报道。台语歌曲创作人吴振怀，伊捌写过关仔岭之恋、可爱的花蕊等等，拢是真经典的台语歌。这吴振怀故厝落尾是变做音乐纪念馆，市政府有哪改做建筑的征收链内面的展览内容要重新调整。策展单位一届是设计8个主题，透过道具、情景布景设计，要提供大家一个浸水式的体验。
拍开去盘的拖，当咧唱的是经典作品《关南岭之恋》。店前的三合院，当咧展出各种古早味，这是当代台语歌曲创作人吴正怀故厝。讲到伊的名，少年辈真清楚，不过伊的歌曲定着听过。2005年，这广告正式入书建筑，后来变作音乐纪念馆使用。这回让这档内面佮重新调整，要互人进一步通明白。有他自己曾经拥有的家具，或者是说他拥有的设备，伊上爱的吉他，我嘛有放伫内面，佮有伊的衫裤，就是互即摆的少年人，毋是拢只教我看迄种多媒体科技的迄个物件，伊会当去感受迄个时代，大家人去沉浸伫生活内面的感受。我们希望大众他可以留下来。它可以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所以我们几乎每一间展场里面都会有设计，可以让人家做椅子。伫大家甲医生当作是梦想的时代，吴正怀煞前辈音乐走去日本学习。1953年，伊参日本人组成拉丁三人组合唱团，开创无共的音乐风格，包括各地去巡回演唱。1956年是台语流行歌的天下，伊一生计共创作200多首歌，慢慢指导过黄一玲甲洪英红等人对母语歌曲贡献真济。透过这个吴老师的故居，这个环境啦，但吴老师的一世人，伊所做的代志，伊对台湾的这个早期的流行音乐的影响，会当伫这个纪念馆当中，做台这个代志讲啊较完整的。音乐是吴正怀一生的寄托，伊嘛替台湾歌坛留下珍贵记忆。9月28日，文化局要伫纪念馆的广场办音乐会，要互大家斗阵见证伊伫台语歌的黄金岁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要传承歌戏文化，台湾戏曲学院甲公司台语台签订 MOU， 以产学合作的方式增加交流机会。双方也会共同推动培育艺文甲影视专业的人才，让少年辈来接触歌戏、台语，也有传承本土文化。戏曲学院的学生播歌戏出澹衫过牛，两位学生自细汉就常常甲阿公阿嬷去庙埕看戏，所以对歌戏有真大的兴趣。学生讲，虽然本身的台语无啥物练懂，不过练歌戏的过程，互因的台语愈来愈好，甲阿公阿嬷的互动嘛愈来愈济。因希望毕业了后会当找甲台语相关的工课，继续为台语传承注入新的活水。台语因为厝内有在讲，所以有较简单，较紧就学起来。如果若是有机会，嘛是会用得去公司台语台遐试看卖咧。但是我台语讲起来袂认得，若是唱歌戏的时阵，就较好。为着互台语歌戏文化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台湾戏剧学院对国校啊就开始培养学生学歌戏。即摆嘛甲公司台语台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产业甲学校合作，共同推动台语影视人才。演员的培养过程其实是需要真长的时间，但是咱即摆囡仔所欠缺的都是机会吼。咱应该讲想讲，安那互因有更较多迄个可能啊。在台语文化的研究跟教学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么全台湾也只有公共电视台语台有台语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两方都能够有专业的结合。为着要增加少年族群愿意来学台语、来看歌戏，戏剧学院甲公司台语台未来会以直播，也是低雅音，用轻松少年辈流行的媒介来向少年家接触台语甲传统的歌戏文化。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这几年有真侪歌戏搬去剧场舞台演出，受到欢迎。团结中心也鼓励民间剧团甲经典的戏文重新改编，设计布景。今年有6个歌戏团入选，相关会当摕到200万的补助。那重新制作的戏出呢，会先伫咧中山堂演出了后，接落来会到外台巡演，展现旧戏新制作的成果。赛下晚，公牛要回金体门。回金体，现我甲我愈兴奋。50年代的经典大戏《劫女飞升》，经过导演重新编排编剧，就连布景嘛重新改造，呈现无同的戏剧。大概的观众是拢看甲真痴迷。经典的歌戏剧本会当延续，是因为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外台2.0的计划，计共有6个剧团入选，提出因的戏剧改造计划，互老戏也会当有新的表演甲展现。
外台的时阵，咱可能因为咱的经费不足啊，也是有一种咱周围环境的因素啊，咱无法度讲像讲咱即喙要甲伊做到非常的极致或者是精致，但是有这个基金，咱就会加做一寡道具啊，请音乐设计啊，也是讲。咱加一寡舞台的变化。歌台歌戏因为演出拢伫咧好歌，要表现完整的剧本比较较困难。即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补助歌台演出，邀请专家团队导修剧本，互剧团甲剧情浓缩，先伫咧内台演出，了后再过去歌台表演会更较有路。因为伫歌台演出比伫咧内台更较辛苦，所以讲希望伫咧内台甲伊修正了，用较侪高工甲伊调整了，伫歌台会当更较精彩一个呈现。剧场先表演的方式，然后再外台巡演，所以这个心对阮来讲非常重要。因为歌戏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表演的机会。第10月开始，高雄中山堂6个歌戏团会小耍演出一寡重新制作的经典戏，老戏迷也通来欣赏传统戏曲，展现新的活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嘉义县德基高中甲独立册店合作，伫嘉义城隍庙甲边仔东市场举办文史行托活动，希望透过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甲宗教信仰的内容，增加学生对地方文化认识，也加强对在地历史的理解。礼拜六下骹，学生囡仔斟酌来听嘉义城隍庙的历史。嘉义县的德基高中举办嘉义城隍庙的历史打造活动。邀请独立册店的头家向学生囡仔绍介城隍庙的历史甲建筑工艺。这个地都结构，藻井，看一个迄算建筑结构、建筑的结构，讲一下这个泥塑，彩绘，这个古早的这个雕刻，这个暗道是桥，迄个桥啦，新桥。我是第一届来我发现内底的物件足侪，佮有足水的木雕、龙柱之类的它足大的，迄庙里面足大的，它可以让我学到课本内底无的历史，佮有一些文化。伫红毛镇的边仔，啉着日本时代经营较重的青草茶，除了城隍庙的小介以外，伊嘛行到边仔的东市场参观一寡老店，听较早的故事，嘛互因来了解宗教信仰安怎带动这的生活经济。除了城隍庙佮东市场，完整的，互咱竹崎高中在学生会当真正连结在地，了解在地。德基高中表示，固定购入嘉义城隍庙，毋但是信仰中心，嘛见证着嘉义的地方历史。带学生来到这，除了希望加强学生囡仔对历史的理解以外，嘛会当透过实际打造的方式，了解地方文化由来甲演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